絲和來絲都是花樣男子，老師原是個校隊的優秀種子，來絲只喜愛讀書，偏偏他倆早見晚見，每日着住同樣純白襯衣，羅曼史開場於相鄰的桌椅，不過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茫然是答駁，自有一面退開，暗裏很享受，卻怕講出來，兩眼即使移開轉開，心裏面也知這是愛。男子和男子怎能親密如此？老師難面對，卻跟他勾過手指，來絲偏偏那樣似。終於一次踏過過去，四目對望，然後垂下襯衣，迷惑中的老師，此時先自知，一向沒當這好手足女子，能成為密友大概總帶着愛，但做對好兄弟又如此相愛，旁人會說不該，純情何時會讓這悲劇揭開，他真的很意外，想起相識以來，一起玩樹逛街聽歌看海。日也親力如情侶，底牌中揭開，為何還害怕？若覺得這樣愛，尚在計算他又是誰可否愛？我可接受這種愛，明明絕配，犯眾憎便放開，永遠的忍耐，永遠不出來，世界將依然不變改，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。可要像